近日網上流傳幾張相啦，係木村拓哉揸住架2019 Harley Davidson 嘅 XL 1200 NS 嘅黑色塗裝嘅機車啦，而睇佢油光同埋木村所戴嘅頭盔嘅花紋咧，應該咧就係木村揾人咧幫佢製作嘅。而木村大神當日嘅穿搭咧，除咗着住 Red Wing 之外咧，佢身上嗰件皮褸咧係出住 Roller Magazine 專為機車友而設嘅一件仿皮 jacket， 售賣價錢咧只係萬幾yen嘅啫。呢件褸除咗喺實體店發售，仲會喺網上發售，喜歡嘅朋友快啲去碰下運氣啦。咁而木村面上咧就戴住一副 Owndays 嘅近期佢代言嘅黑框淺色太陽眼鏡啦。而呢幾張咁有型嘅相啦，正正就係 Wiser 同埋 Roller 嘅 Magazine 御用攝影師 Kentaro Yamada 親自操刀嘅。我 follow 呢位攝影師，除咗佢影相靚之外，佢臉上正正就係戴住一副白山出品嘅 Lindy Arm 微框眼鏡。